Hello，大家好，歡迎關注澳門70後頻道。越嚟越多嘅港澳人北上 shopping， 對港澳本地商超嘅衝擊波越嚟越大。呢個清明假期，港澳人買爆珠海山姆，港珠澳大橋成咗山姆大橋。喺香港本地商超唔單止係急啦，更喊啦。港澳人北上 shopping 消費早已唔係乜嘢新鮮話題，總能吸引關注。喺今年嘅清明節假期，港澳人北上買爆咗珠海山姆。關注到有多位網友分享咗清明節嘅珠海山姆店內嘅熱賣場景，大排長龍入場，人挨住人 ，shopping 車挨住 shopping 車，場面好似春運。有網友表示，珠海山姆真係快被擠爆咗。珠海係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城市之一，亦都係經濟特區之一。但係同深圳嘅1000萬級常住人口相比，珠海嘅城市規模要細好多。但係珠海本地消費力並唔低。據珠海市統計局數據，截至舊年末，珠海全市常住人口為251.85萬人。從前年澳車北上同港車北上兩大政策相繼實施以嚟，越嚟越多嘅港澳居民北上深圳、珠海等地消費，特別係澳門居民靠住珠海到珠海 shopping 非常方便。港澳人北上到珠海山姆 shopping 消費，買食嘅、飲嘅、用嘅，買山姆嘅爆款商品，比如衛生紙、麻薯麵包、烤雞等。返回時，車嘅後備箱塞得滿滿當當。今年2月，有網友喺社交平台分享話，有唔少港星到山姆 shopping。數據顯示，前年珠海山姆嘅銷售額達到25億元，喺全球800幾家山姆店中排到咗第7位。有媒體估計稱，預計舊年珠海山姆店嘅銷售額大概率已經超過咗30億元。面對越嚟越多嘅港澳人北上珠海消費，珠海亦都抓住咗呢一大商機。珠海於今年2月已經官宣正推進開第2家山姆店。無論係平日，仲喺似清明節呢種節假日，北上珠海山姆 shopping 嘅人越嚟越多，港澳人買爆山姆嘅場景會一直上演。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港澳人北上珠海、深圳等地 shopping， 帶動咗山姆喺內地城市門店嘅銷售額。但係另一面，好多港澳人而家係定期或者不定期，同埋隨時北上 shopping 消費，自然就會減少喺港澳本地嘅 shopping 消費。香港同澳門嘅本地商超嘅經營者，佢要喊啦！無論係從宏觀統計數據，仲係港澳媒體嘅報導嚟睇，本地商超嘅日子並唔好過。港澳兩地政府公布嘅數據顯示，兩地嘅零售業銷售額，其中梗係包括商超嘅銷售額，都出現咗下滑。今年2月26號，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嘅資料顯示，舊年全年零售業銷售額同比下跌14.9%到719.9億澳門元。舊年第4季零售業銷售額為185.1億澳門元。同第三季修訂後嘅銷售額比較增加11.6%，同比則減少8.6%。其中，舊年鐘錶、珠寶、皮具同百貨嘅銷售額同比分別減少25.3%、22.6%同18.6%。超級市場同前年相若，但要睇銷貨量指數方面，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嘅全年銷貨量平均指數同比下跌18.7%。其中百貨錄得負2成嘅顯著跌幅，被稱為 shopping 天堂嘅香港，喺舊年嘅零售業銷貨額同樣出現咗下滑。據香港統計處2月3日公佈嘅數據顯示，舊年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估計為3768億港紙，同比下降7.3%。其中超級市場嘅貨品銷貨價值下跌4.4%，百貨公司貨品嘅銷貨價值亦都出現咗下跌。近期數據顯示，香港今年2月份零售額連續12個月下降，同比下降13%。香港報道話，成個今年零售業疲軟將持續落去。香港零售業不景氣，唔單止反映在咗統計數據中，喺一線零售市場嘅場景則更為蕭條。
旺鋪租唔出去，唔少商鋪迎來咗閂門潮。而家無論係商超，仲係百貨公司，乃至係餐飲行業，好多經營者嘅日子都唔好過，但又無可奈何。特別係當好多香港本地商超經營者同埋零售業經營者睇到越嚟越多嘅香港人北上珠海、深圳等內地城市 shopping 嘅時候，內心係好複雜嘅。港澳地區，特別係香港，房租貴，經營成本高，銷售不景氣，日子越嚟越難。呢啲香港零售業經營者早就急啦，而家更係喊啦。係多年前嘅 PC 電商同埋無移動互聯網電商嘅時代，嗰陣時候香港係內地消費者嘅 shopping 天堂，更係養活咗一大群從事香港代購嘅從業者。而家香港代購輝煌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曾經爆火嘅香港代購街市，而家冇人問津。有本地商家接受香港媒體一線搜查採訪時表示，30年從未見到如此淒涼。而家內地商超、購物中心林立，電商發達，消費者線上線下 shopping 都十分方便。電商平台嘅海外倉、海外購呢啲都讓港澳地區，特別係香港 shopping 嘅吸引力大不如從前。香港零售業，特別係商超行業，有好明顯嘅本地性，但市場並非永遠不變。香港零售業市場近年嚟亦都喺度發生好明顯嘅變化，好多內地嘅餐飲品牌紛紛湧進香港，把內地嘅餐飲消費模式帶入咗香港。某種程度上，亦對本地餐飲品牌形成咗一定嘅競爭。香港本地商超仲面臨越嚟越大嘅競爭壓力，特別係內地超市品牌正喺度加速湧進香港，進一步攪局香港本地商超行業江湖。內地電商巨頭推出咗香港包郵，淘寶去香港開店，數碼下單，京東亦都喺度發力香港電商市場，名創優品亦都喺香港開店。值得關注嘅係，內地商超平價風潮亦吹到咗香港市場。另一方面，有關香港零售業經營者，比如餐飲門店、零售門店嘅一啲負面新聞，時不時出。而家社交平台同埋短視頻上，內地消費者睇咗心裏唔係滋味。另外，仲有香港商家只接受現金，唔接受微信、支付寶付款，仲有商家店門口貼住問路收錢。香港本地商超經營者同零售業經營者真係該加速改變咗，再唔改變就晚啦。要從商品、服務質量、服務態度等各方面徹底改變，否則唔單止會被內地消費者拋棄，更會被越嚟越多嘅本地消費者拋棄。對於呢一個話題，你哋又點睇呢？今集講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謝各位。